站是珠海站。宜居本嚟就係珠海與生俱嚟嘅標籤，溫潤山海之間，自在係生活嘅底色，而安老更加要活出屬於自己嘅姿態。玉海國際康養城選址大灣區核心珠海南灣新城，多維度交通輕鬆接駁港澳生活圈，同世界無縫相連。鄰近大型購物中心，行街消遣觸手可及。背靠3700畝黑白面將軍山城市綠輝，山林相伴，繁華近在眼前。漫嘆寫意，宜養生活。社區配足專屬私家車位，設有迷你儲物空間，探親訪友、招呼人客都好方便。呢度唔單止係康養居所，仲係面向世界嘅會客之家。全屋向南戶型，清風暖陽常在。全套長者友好設計，將貼心關懷藏喺生活每一處。AI 智能監護，全屋智能安老設備，無形之中時刻守護。近10萬平方尺多元化休閒活動空間，全日供應營養膳食，貼合港澳居民、海外華僑嘅生活同飲食習慣，將難得嘅優越生活變成日日都有嘅日常。社區隔離就係玉海山谷幼稚園，跨代共融，溫情常在。晚年從來唔係人生落寞，而係奔赴熱愛、自在綻放嘅全新開場。社區內設2級康復醫院，專業醫護人員24小時在港，直通3甲醫院專屬綠色通道。攜手港澳多家高端醫療機構，提供全球醫療轉運、港澳跨境一站式就醫服務，搭建全方位健康防護屏障。服務團隊精通粵語、英文、潮汕話等多種語言，唔使擔心跨境就醫溝通有障礙，每一次就醫都安心無憂。所有優雅舒適嘅生活背後，都係實在嘅專業實力同潤物無聲嘅貼心服務。星級酒店式生活管家，提供全週期暖心服務，將細緻關懷融入每時每刻，令安老生活更有溫度。專屬港澳口岸穿梭巴士，定點來回接送跨境探親、旅居散心，方便又省心。歲月溫滿，時光安然。呢度唔係傳統安老院，而係一座享老桃花源。住喺呢度，晚年自有姿態。歡迎回家 Welcome home 接俾我先講。歡迎回家，歡迎下面。人走他。歡迎回家。